九運星係永遠順飛嘅，而流年星亦都係永遠順飛嘅。咁坐星同向星究竟係順飛定係逆飛呢？咁就要睇擇向嘅細分，係向左向中定係向右嚟決定啦。我本人就係靠記住16個字而促成順飛逆飛嘅。呢16個字就係1397左順6842左逆，否則相反。16個字嘅意思就係，當坐星或者係向星嘅入中號碼係1397，而個擇係向住左嘅就係順飛，否則相反。相反嘅意思就係當1397嘅擇向唔係向左嗰陣，咁就係逆飛啦。當坐星或者係向星嘅入中號碼係6842，而擇向係向左嘅就係逆飛，否則相反。相反嘅意思就係當6842嘅擇向唔係向左嗰陣就係順飛啦。而家就開始講九運2026年嘅風水擺件啦。風水擺件請唔好9個宮位都放晒，否則太亂反而唔靚㗎。只需要按自己嘅需求放就好啦，越少越靚。就好似專科嘅整容醫生，佢專精整容術嗰陣，人就會俾佢整到好靚㗎啦。圖裡面亦都配有八宅風水嘅4吉位，就係天醫生氣延年伏位，同埋空位平位桃花位，就係五鬼絕命禍害六煞啦。至於東四命配東四宅，或者係西四命配西四宅，就唔該睇返我喺24年10月2號嘅視頻。九宮格裡面嘅8個宮位，每個宮位細分3份，向左嘅屬於1份，向中同埋向右嘅屬於另一份。因此向中同向右嘅坐星向星嘅飛星號碼係永遠一樣嘅。飛星軌跡係由中宮嘅5號為起點，然後順序九宮格外嘅落書號碼6號開始飛移。詳細可以睇返我喺24年10月24號嘅視頻，坐向星嘅順逆飛速成。要清楚每個宮位嘅擺件，就要先明白九星。一白屬水，得令嗰陣升職名氣財運好；失令嗰陣小心桃花病破財啊。而黑屬土，佢得令嗰陣就唔屬於病星，仲可以成就大業；失令嗰陣就容易破財生病啦。三碧屬木，佢得令嗰陣就容易口才成名，大利律師同埋法官；失令嗰陣就是非官非破財。四綠屬木，佢得令嗰陣藝術才華思考敏捷；失令嗰陣小心桃花劫，小心酒色惹禍啊。五黃屬土，得令嗰陣多貴人，高薪厚職有權威；失令嗰陣就容易大病破大財㗎啦。六白屬金係偏財星，得令嗰陣會丁財兩旺；失令嗰陣就容易破大財。七赤屬金，當令嗰陣大利歌星同埋演說家，亦都大利傳播業；失令嗰陣口舌是非多，火傷又或者槍傷，同埋容易有呼吸病。八白屬土，得令嗰陣容易發田擲財，屬於九星之中嘅第一吉星。失令嗰陣就容易破財㗎啦。九紫屬火，當令嗰陣貴人桃花結婚置業；失令嗰陣就要小心同血有關嘅疾病，例如眼睛啊、敗血病或者係心臟病。九宮圖裡面嘅擺件，二黑小病五黃大病，我係會用安忍水加葫蘆，或者6個銅錢，又或者風鈴嚟化病。
3碧是非星，我係會用紅色嘅擺件嚟化是非。7隻破財星，我會用水嘅擺件嚟化破財。4、6，我會用文昌塔，又或者4支水種富貴竹嚟增強讀書或者係寫作嘅能力。至於1、8、6、8、8、8 3位財星，我喜歡用聚寶盤嚟增強納財。但係如果宮位裡面嘅財星同病符星同喺一個宮位裡面，咁當然係化病重要啲啦。至於九紫，因為從而家到2043年都係當令，係最強嘅財星喜慶星，我會用綠色或者紅色嘅擺件去增旺財氣同埋喜慶氣，但係我亦都會按照以五行嘅中和嚟擺件。2026年嘅生肖係馬，馬嘅三合局係壬午戌火局，火局屬於南方，所以南方就係太歲方啦。太歲方宜靜不宜動，否則就係太歲頭上動土，咁就好比力量小嘅我去挑戰力量大自己 N 倍嘅大佬，咁不如意嘅事就好容易發生㗎啦。南方嘅對家就係北方，所以北方就屬於歲破方啦。歲破方亦都係宜靜不宜動，原理就係同太歲方一樣。歲破方嘅宮位係子，子嘅三會水局就係亥子丑，即係乾六宮嘅亥、坎一宮嘅子同埋艮八宮嘅丑，呢3個位置就叫做三煞位啦。三煞位亦都係宜靜不宜動，原理亦都係同太歲方一樣。喺三煞位可以放一對龍龜化煞，龍龜尾就向住三煞方嘅中間方，即係龍龜尾喺2026年就向住正北方嘅位置。2026年嘅亥方、子方同埋丑方，如果係有窗嘅，而窗外咁啱又有大廈在動土喎，咁就有煞氣㗎啦。可以放一對麒麟喺窗裡面，個頭就向住動土嘅大廈。2026年嘅18入咗中宮，係屬於入囚，所以我就選擇用唔插電嘅流水件嚟化解入囚。今集講完啦，十分多謝你嘅收看，拜拜。